另外，台北市防疫也搁再出步，决定要从8号开始的台北灯节活动来减少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就表示讲，因为配合学校停课，才确定要取消掉学生囡仔采歌甲表演，剩14个表演团队会当如期来演出。不过呢，若是传出社区感染的疫情，将有可能就会调整，干那静态看会灯。另外，考量到医疗这照护机构防疫的需求，台北市政府嘛决定要释出20.800个喙罨，来解决掉第一线喙罨无够的压力。这一大箱总共有2000片战备外科口罩。喙罨正好归箱，等医疗照护机构的人来领。大概今天或明天就领完了，预计啊。传这么多喙罨，拢是为着要解决喙罨无够的问题。台北市政府宣布，要甲中央甲台北市政府的振臂喙罨，拢总20.800地提出来，提供予防疫的机构来用。唔若库存无够的，代北医、北营、万丰病院，其他基层的医疗机构，卖交予工会来分。照护机构嘛，伫名单内底。医院的部分，我们配置12万片；基层的部分，基层医疗院所我们配置7万片；照护机构我们配置1万片。医院的部分大概可以有7天的存量。喙罨提出来解决防疫团队喙罨无够的问题，设备着要起过的台北灯节嘛，因为学校停课，取消学生采歌甲表演。有关表演活动的学生部分，我们也会取消，所以灯节的规模会再稍微小一点。采街本来有29个团体，那现在改到只剩下14个。那如果有社区感染的话，我们会整个再做一些调整。那疫情更扩大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只剩下静态的赏灯，但是目前为止还是维持在第一阶段。中央分配囡仔喙罨，台北市政府卖分予私人的幼稚园做好防疫的工作，针对公车捷运这大众运输业者喙罨无够的问题，嘛向中央报讲爱19万地。老人社区课程活动，佮亲子馆拢改到2月25才开馆，加有的喙罨嘛甲补起来，加强防疫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